做得更好，过得更好。亲爱的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婉哦，欢迎你收看《台南向前行》。台南向前行这个节目是由咱台南市政府制作，最主要目的是要让咱的乡亲朋友大家对着咱台南市政府各局处的业务做一个了解，同时嘛要来跟咱的乡亲朋友来报告咱台南市政府上新的资讯甲活动，欢迎收看。今日咱要介绍的是教育局，要讲的主题是自照教育甲科技中心吼。这要一开始，咱先来看一个影片，听看市长要甲咱讲什么。台南市制造教育以及科技中心5月23号下早由台南市长黄伟哲亲自主持，伫东区复兴国中举行西兴国中、复兴国中、南兴国中、嘉义国中等4间科技中心的联合业务。这个请台南市复兴制造教育及科技中心，请揭幕。3。好。我想大家都知道，那个12年国教课纲呢，8月就即将要实施。那其中呢，科技领域是新的领域，所以前端大家都关注说，那新课纲，那么科技领域的这个准备工作是不是都已经准备好？那我讲台南市今天就是宣示我们已经准备好，因为制造教育的中心呢，就是让孩子能够动手做。那我们台南市来讲，率全国之先，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现在有4个，但是接下来8月呢会有8个，那么分布在我们西北跟西南各个区域，能够就近呢，那么来辅导区域内的各个国中顺利来推动那么科技领域的一个教育。伫现场，咱嘛来看到参加科技中心的学校，依照着发展的课程，展出包括木工、机器人、镭射切割、电脑绘图等。黄市长对着同学会当手脑并用，和科技教育伫台南市进一步深化，伊是相当的欢喜。那么台南市在这些年来，科技教育也有蛮高的成就，蛮不错的成就啦。那这个很多我们的小朋友，我们的年轻的学子到国外去参加科展也好，参加机器人展览也好，都得到不错的成绩。因此，我觉得其实能够把这个科技教育再继续在台湾、在台南来深化，来这个广化，我们觉得其实是很重要。尤其科普教育，我觉得其实是一个整个教育的一个根。所以我们希望说，今天的这个透过今天的揭牌，以及日后这个老师、校长以及同学的努力，能够让我们的科技教育往前、往后再延伸一大步。这个是我们今天主要的目的跟用意。这是可以打的哦。伫个到幕了，黄市长嘛行到同学的展区，亲自来耍，含着同学开讲，互因鼓励和信心。过去咱的年代吼，有一句话讲“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吼。那么过去这种联课的制度，就是吼，甲囡仔训练变成是蒋光超啦、贝多芬吼这种科技的这个机器吼。那么，互咱的这个囡仔呢，有当时来离开这个学校了，好像变成说为着考试伊较要读册，无考试伊就唔读吼。那么不能延续到他以后的职场上有当时这知识啦那么咱108课纲有一个叫做核心素养。那么这核心素养其实呢，伊就是希望讲甲咱的这个囡仔训练的时阵呢，就是讲，互因伫因的学习的当中呢，囡仔是自动学习，而且呢，因会当甲因的学习不只是讲读书而已都会当训练囡仔，就是讲他们能够有解决事情的能力啦，或者是讲呢，因以后去到这个职场上的时阵，甲因所读的这个知识转化变成是因的这个技能啦那么在这当中，咱台南市政府咱教育局因为这个方面的嘛，真认真真拍拼咧努力咱市长黄伟哲咧，伊就职了后也伫这方面鞭策咱的这个教育局那么咱即马目前咱台南市呢已经有8间的这个制造教育再各有这个科技中心啦那么这是因为咱的这个108课纲配合这个制度出来
那么什么叫做制造教育？什么叫做科技中心？我想呢，有咱的乡亲朋友可能教我哈，就想哈，还不太懂这个名字，它是什么一个东西啊？是什么种的这个功能哈？咱今日邀请到咱教育局局长哈郑兴辉郑局长来给咱的乡亲朋友来做一个介绍。局长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是，那么好，咱咧讲吼，这108课纲哈，108课纲就是去年的8月开始就开始嘛哈。那么底这个108课纲来对哈，有常常讲到一句话的，讲核心素养，核心素养。这个核心素养到底哈真正的意义是什么？会咱来重新介绍一下好不好？大家拢讲啊素养啊，到底是啥？那素养呢，伊的迄个课纲内底有定义啦，就种囡仔哈，他面对未来的那个生活，或者是一些挑战，那咱的囡仔他应该具备的知识，还有能力，对，还有他的态度，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就称它叫做素养。所以这嘛是足抽象啊，其实整个的学习，过去叫做能力指标，那现在叫做素养指标，它只是名词上的差异啦。我自己是学教育的，其实简单的来看，我们的学习一定不外乎要有知识嘛，对，要有技能嘛，对，另外就是我们情感的部分，咱的态度啦。所以整个素养来讲，其实还是应该就是包含这3个内涵。可是这3个内涵呢，它比较强调说这个学到了不是为了考试。对，不是为了那个考过就没有，它是要未来的生活上应用的需要，对，他必须要在工作，比如我以后要就业啊，就业需要的职场上的职能，他应该用到的知识技能，那这个也就是我们要在基础的部分要奠基的这种素养，所以这个简单来讲，就是应该要学习的这些整个内涵，它比较强调的差异就是说教。以前老师的依照那个教科书解来第一个单元、第1课、第2课这样教。那我们现在来讲，也许还是这样，但它里面呢不会纯粹只是知识的一个教导等于容易背，不是，它可能有更多的情境情境的命题它可以从生活当中，比如说预警它那个地方可能是生产水果假设我们上语文的部分的话，也许语文的主题就可以以那个情境的文章，我们来让孩子去阅读。这样对小孩子来讲，那这个文本对这个文本呢，如果能够这样，那孩子读起来是不是比较熟悉他的生活？里面呢也有文句也有字词其实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个孩子学起来会比较有兴趣，比较容易理解了。他比较容易理解那当然这个部分呢蛮不容易的，因为老师相对就要花很多的心思，就要去想办法去找这些教材。所以现在来讲，我们108课纲或过去我们叫做考纲不考本，那指的是一种能力，或者是现在叫做素养。那我们素养里面所考的书本里面的那个文本的这些文章的内容，是不会去考它的。因为他要的是那个文本只是一个引导，老师教了之后，他就知道认识里面的字词还有文句的写法那一些文本是不限的，所以我们现在老师挑战比较大。对，所以我们鼓励他。可是，一旦老师愿意做这样改变了，你就想想看，班上我来育生的、国中的国小的，老师上课文章拢是我生活上可以看得到的，他可能会有兴趣。那另外一个差异就是说，学生学到这些知识技能，还有一些态度。他生活上可不可以应用？所以能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们现在来讲叫做问题导向。所以其实我把它简单归纳说，学习的过程里面呢，就是情境化的一个学习。学会了之后的问题解决导向的这一种会越来越多。所以我们现在来讲就是囡仔以后还是要考试怎么办？你发现那个题目越来题干越来越长。为什么？因为他要情境化命题，要去问题，要陈述那些问题，那所以他的题干相对会长。那你就会发现是真的不一样。那里面呢，的题干的选择题，当然还是选择题，可是它变成你要会这种解题的能力，相对这过去就不大一样。以前说看到这题目的样子了，现在不好意思，你要读
得懂这个题目，你才能够回答。所以我们叫做素养导向的命题。所以大概是这个部分会有一些差异啦。所以我简单的把这个素养这个概念做这样的一个介绍。所以讲吼，引导小孩子应该是讲引导他自动自发的去学习，好，伊会当家己会想要去不是讲像咱以前哈，我们那以前就是老师考试我们才读嘛，老师不考的我们不读，就是对，所以他那个部分呢，它是有由近而远的概念，它有3个词啊，大家以后会常常听到叫自发、互动、共好，就自主去发展所以是从个人为主，然后呢。那个互动就是沟通互动，那基本上是人我跟你之间的互动，这个强调是沟通能力的学得。那沟通过程当中，我也要一些知识技能啊。对。然后再来就是那个共好的部分，就是社会，我能够未来在职场上能够这个为社会有所贡献。实际上，它是在整个7大领域或国中8大领域里面呢，它能够由近而远的，然后把它未来生活他所需要的这些智能，我们就透过课程的安排、学习活动的安排，来让孩子学会，大概是这样的概念。这么家长会烦恼的，会想要了解就是讲这108课纲到对囡仔有什么益处，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帮助？所以我刚刚谈到了，如果纯粹只是给他记忆化学式啊。记忆那个数学的公式啊，都背完了，考完了，但是都不会用，也没有用。所以我们现在有的老师他真的很棒。我们常常讲说打棒球的孩子呢都不喜欢读书，哪有？是因为你的教材是不够活泼，所以有的老师他就棒球队他就出的题目数学就是棒球所以他那个球的抛物线怎么样打那个才可以抛得最好，那就1圆2次方的方程式啊。所以他如果呢，你这个球要怎么打，角度要怎样啊？这个数学就是这样，你能不能算得出来？就是应用在生活上。他就会跟他的生活情境有关，他学起来会比较有趣，比较有趣啊。对。所以这个大概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差异。我们不断在鼓励，我们现在老师也越来越棒，他们会去收集生活上学生感兴趣的环境情境，然后把那个知识呢融在其中。所以你会发现，以前我们这个年代啦，我蛮喜欢看马盖先的那个影集，他就把物理啊、化学啊，还有一些生物的原理就融在其中，我觉得很有趣啊。所以有的学校老师在上课的时候，他也把那个小孩子喜欢玩的玩具，他也拿过去，那在中去把它解然后孩子喜欢玩那个无人机，你就先他先玩啊。你想想看，如果老师开始讲那个力学、电学，学生就趴着睡了。可是你拿无人机拿来操作一下，他们都活起来。所以动手做，就刚刚你要提到的，一旦变成是动手做了之后，知识融在其中，孩子的那个学习啊，他就会跟情境是结合的，然后也比较有效。就像我们小的小孩子就是游戏中学习嘛，是做中学。这个什么，那个无人机这对于来讲是一个游戏呀。对，他会操作。就不会把它变成说。今天在上课，我坐在那边我的大概有没有度过去？可是老师说的，刚刚局长说的那个无人机，你算几点钟，你算2点钟是这玻璃码，都没算。对，然后接下来就让他们去操作啊。而且从这个里面学到很多他需要的一些知识啊，对啊，他需要的一些技能。所以有的偏向的国中，他就是让他那个会操作，接下来他把它拆解然后它里面有什么东西？然后它这个部分呢，它是牵扯到那个晶片它里面有些什么它是怎么组合的？然后线是怎么拉的然后有并联串联，它这个其中他孩子就会学到了。那你在这个环境这个学习当中，以后不讲的引导出他的兴趣出来，对，那以后就往这个方向走以后他变成这方面的专家所以我们今天讲到制造教育科技中心我们知道他如果咱一开始就有介绍，咱台南基金目前是咱全台湾这个设立最多的嘛我们排在很前面那我们跑到很前面。我们要让家长了解一下，我们这些那个制造教育歌舞科技中心，它里面大概是怎么样一个方向也内容是什么？其实我们大概就是因为108课纲，它其中叫做科技领域，而且国中来讲它是有科技领域。那台南为了尽早那个扎根所以我们是从国小3年级就把那个资讯那个科技呢，也把它纳到他们的弹性学习的一个结束，所以108课纲，我们以后会听到叫做部定课程，一个是校定课程，
就学校可以自己决定的。那这像你说的，像玉井啊，它有它的那个特色，对，它就可以去发展他们的特色课程。然后我们市区里面的学校也有市区学校的特色。对，然后这个部分的课程，我们在国小的部分，那就请他们融入这些科技。因为我们台南说实在的，我们有南科，有那个有绿能科，所以这些科技的一个。就是工作机会，未来我们的孩子生命就留在我们在地。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这个有利环境，也许可以提供更多的学习资源给我们的孩子。所以，我们是从国小3年级开始就扎根。那国中的部分叫做科技领域，科技领域其实又有2个，一个叫做生活科技，一个叫做资讯科技。那这2个来讲，资讯科技呢，它是。大家都要懂嘛，资讯科技。那另外就是一种所谓生活的科技，就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许多的一个科技的一个项目。那这些我们都获得了一个部里面的支持，所以你刚刚提到的，我们是最多的。为什么？因为台南市在这个部分的准备度相对是高。因为他要给你科技中心一定要有师资。所以台南市我们在这个部分的师资的盘点跟准备，我们基本上。是很早很到位的，我们有些配套的做法，就像稳住这些老师，然后增加这些老师。所以在目前来讲，我们老师基本上是可以到位，所以我们有7个制造中心。那这个7个制造中心呢，8个制造中心呢，其实有分散在各个区。像北边来讲就有南新国中，所以可以帮忙屋啊。中间的部分就有嘉里，另外有麻豆，另外还有那个新化，那在那个永华区来讲有复兴，有新兴，那这一些总共有8个他们里面的设置来讲，我们以前叫做 maker， 叫制造中心，制造者中心，那现在叫做科技中心那科技中心呢，它里面其实有木工啦，有木工的一些设施设备，那另外有机器人、无人机然后雷射切割，所以你现在可以看到那个木板，它上面就有切割，那个基本上都是有切割机那个在制造中心里面都会有，那样3D 列印机大家都听到，另外有一些电脑的绘图啊，还有 AR、VR 甚至 MR，那这一些设备都会在我们的科技中心里面呢，会有一些，当然 A 跟 B 校不大一样，但是会在里面有这些设施设备，然后学校如果需要就可以去借用，那以中心来推广，这些科技中心它要扮演的角色，不是只有把这个设施设备把它备齐，另外他们会设计一些课程，就是你要施教，我这边有课程的模组，可以发展，然后让各个学校的老师来参考，那接下来当然就要落实这个科技的教学，所以科技中心扮演的角色呢，就是设备，然后就是课程的模组，还有师资的资源，因为偏乡一科联没这类人才，那这科技中心我们有设置师资，然后它就可以去支援这一些缺乏师资的学校，所以它的功能基本相当的大。所以在师资方面，我们这边那我们现在有8个，最近呢，他们说我们愿不愿意再增加一个？我们说当然好不过还没有最后的一个确定跟定案。总的来讲，我们希望因为这样的科技中心的设立，能够让台南市在108课纲，在资讯科技或是生活科技这个部分的准备能够更为到位，然后让孩子所学到的，因为动手做嘛，以前叫 maker，也许学起来，包括物理跟化学，甚至未来科技，新兴的科技的发展，能够让孩子尽早去接触。所以刚刚题面谈到了，也有一些写程式机器人，那是孩子都最爱的。但是你叫他玩机器人可以但是如果写程式，他可能不行。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是应该要扎根，运算思维是很重要。那我们台南市也有往国小扎根，用 Scratch 这个软体，然后让孩子从小开始去接触，那也许可以简单的写一些程式，然后有一些运算思维能力的培养，这个在科技5G 的时代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竞争力啊。对。因为那些科技教育、这些制造教育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虽然它时间不是很长，但是咱这段时间小朋友他们学习的那个感觉，基本上。他们的反应，我是没有实际上到学校去看啦，不过我是觉得老师的反应基本上应该是都非常好，因为我是去
看过科技中心，那科技中心的他们那些设备来讲，真的都蛮新的，其实最近我们也有常常会办那大型的活动，那有的学校呢，他们其实哪怕是记忆教育是国中啊，他们的孩子那个切割出来的那个，像那个笔，我今天没有带来，就非常的漂亮，非常的精致，然后他们的那个木工像我们在21号有全国技术所长会议，我们都会拍一下这个团体照，拍完了之后，我们现在给他做一个科技中心制造的木雕，那个框啊，然后装上去，哇，好漂亮，然后另外我们最近可能有市长奖的颁奖，那个台座。市长以前都要拿着公板，然后拍。我们说这个太辛苦太累了。我们现在用那个科技中心就制作了一个那个海浪的那个木雕，然后就把那个公板的那个市长奖的就放在上面，然后市长就可以跟小朋友一起摆动作，变得有趣。所以你就看看这样的一种制造，是可以看得到的。那你就想象学习的现场，如果教室老师是在黑板，然后一直在上，然后在黑板一直写，学生就趴睡一堂。就像我们以前说的，阳光超贝多芬。对，但如果你让他们开始绘画，等一下可以呢，透过3D 列印，透过雷射切割做出来，他们就很期待。所以那个完全是不同。所以我说，老师在前面讲，下面抄，所以他的学习就会变成很主动。让他们动手做，人都活起来，所以他的学习这个样态，还有这个气氛会变得不一样。那学生学到的动手做之外，把知识、技能就融在其中，那效果一定是更好。是。那我们未来的计划？我们的未来来讲，当然这个我们在108课纲应该是108开始做嘛，所以我们台南市来讲，那108是1年级，那接下来的就109会12年级，然后再来110是全部就实施。那我们这个部分的推广会在原有基础之上，我们持续来推动来push。但是除了科技之外，我们其实市长蛮重视就是资讯能力的培养，所以我们叫智慧科技力的培养。那这个部分我们未来会有一系列的一些资讯能力培养的一个课程，我们希望持续去推动。那当然另外一面呢，我们其实还有一些相对应的一些做法啦，比如包括英语能力啊，台南市大家知道双语是做的蛮早的另外最重要是扎根基础，所以我们提升学历品质那个部分。我们会持续的去做管控，所以家长未来如果孩子我们在管控你这个孩子，知道他到底国小学习国语、数学、英语的程度怎样的时候，其实你也不要太担心孩子现在怎么考这么差，没有关系，我们下一次会给他慢慢进步只要家长能够配合的学校，我们一起来给孩子支持。我还是蛮强调这个概念，家长要给孩子心理学习上的支持。不是只有责骂，一个高期待，可是却没有教。那学校的部分我们也会做适性的一个教学的一个安排，所以每一个孩子他的程度到哪里，我们就会协助他往上再进步。所有的教育人员、老师、校长，我们对他的期待就是让每一个孩子持续往上哪怕进步一点点，我们都很开心。就不能够都不管他，然后往下降，那这才麻烦。所以这个部分的方向大概是有5大的这个目标，我们会持续做。那从我们实施的这段时间虽然不是很长，有没有现在就觉得说，什么地方我们要去加强，或是什么地方我们要再去更进步？你指的是科技吗？对。在科技的部分，当然现在是刚起步啦。那当然老师还有科技中心的同仁，他们会针对课程的模组实施的情形，再去做一些回馈跟修正。其实同仁给我的资料里面，其实我觉得相当的多元比如说以新兴科技中心来讲，事实上他们的发展的课程，比如说凸轮的玩具，我念这个你们就知道多有趣啊那液压的手背，还有光剑。光制造那个剑还有指尖陀螺那你说复兴科技呢？他们里面有物联网的应用，我觉得很夯那 APP 图画的一个教学，然后液压的机器手背，这个都是以前我学习时代没有学过。所以他们每一个学校手机木音箱，手机木的音箱，他们会去制作这个东西然后像还有一些南新的部分，它有鲁班锁
它那个就是鲁班锁哈，那个是不容易解开，哦它那个原理在哪里？他们会透过这样的操作，然后教他们，然后2只脚的机器人啊，哦还有自走车啊，家里的部分还有那个投石机啊，哦还有那个太阳能的马达车啊，你看这个都蛮有趣的。那和顺的部分还有那个AI 自驾车的教学，这个也是小孩子有兴趣就可以做这个。还有影像辨识，你看这个国中阶段我们也给他比较浅的，但是也都可以学。那仁德还有一些什么风力能源的一个设施啊，还有 Scratch 程式设计教学。非常的多样，每个学校它自己有一个特色，它不需要去照课本，课本就是这个叫课程模组，对，有科技中心他们会协助去做发展，然后这个模组出来了，刚刚这主题它会融入到科技的这部分应该要学会的知识技能，那他也会去应用，那家长的反应呢？家长反应如果看到，其实家长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你老师如果把课程规划得很好，孩子学得很有趣，然后他学得有成就，家长一定会非常欢迎。那目前来讲，大家第1年都还在摸索当中，但是我想大部分的反应都不错。像我前几天去到那个新市国中，他们刚刚在新课程的部分有时候会探索，他们叫鱼菜共生，因为孩子他把那个不要的那个水我们装完的那个大水桶，然后把它切掉之后，那倒过来，然后里面再加马达，上面是养蔬菜，下面是养鱼，那一菜共生，那他们都会介绍，那介绍的话就所谓的什么虹吸原理，他们都。我说什么叫虹吸原理，然后他们就解释给我听。我说你为什么这样设计？另外有一组他有做2、3层，他说因为这个水资源再利用嘛，所以第一盆的那个植物，对，它水灌上去之后，它的水会流出来，它就给第2盆，再到第3盆，那接下来再到鱼，然后那个鱼呢，它的那个排泄的那个就会有养分跟肥料再抽上来。对，它会堵塞怎么办？可能加防护网，所以他们就会去思考这个一个生态的循环，那融入了比如说虹吸的原理，然后他们自己制造，用环保的这个什么回收再利用的器具，然后设计他们的鱼菜共生，自己想办法去解决。对，遇到问题。对，这个所以他就会有目标，然后接下来他有问题，那他们就会想办法去解决。人讲学历是有保鲜期的啦，读了一个学历之后啊，几年之后，你若不继续学习的话，像我们以前没有学电脑，我们是之后自己自学如果小孩子他有培养他这样子一个自学的能力，他以后面对什么样的问题，他都有办法去解决啦。对。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学习的环境情境还有方式改变，当然家长还会担心说我囡仔考试，不知要安怎。其实有时候我们要稍微放下一点点我们的期待跟要求，不是不期待，但是如果我们去面对它的时候，现在的命题其实是真的是让你都想不到，因为现在很多的题目都是跨领域，所有的题目呢，你说读起来呢，这有一个图，然后这个河流从哪里呢？流到哪里？你以为是在考地理？对不起，考国文。因为那个国文里面，它就要你理解那个语义的问题，然后你能看图，然后最后能够回答，这个叫语文的理解啊。所以数学呢，它有一些插图，然后就情境，一个小孩子然后去哪里买几杯饮料，然后一杯是多少怎么样，他就会用这样的问题情境抛给你，你要去解那个数学。所以题目现在变得非常火，所以孩子的学习如果还是死的，那一定没有办法看到题目都挑起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老师如果活化教学，那接下来他面对这个问题解决经验，他也能够活化知识。其实孩子才是学会带着走的能力。今天感谢我们教育局长郑局长来跟咱讲这些有关这个108课纲啦咱制造教育还有科技中心的一寡这个议题。那么感谢咱乡亲朋友你的收看，我是万万咱大家向前行，下次见。